来继续来看云林东势乡的月眉社区有一个爬远的牛潮，社区发展协会甲在地乡亲做伙来进行改造，让这个牛潮变作是居民的休闲空间，嘛变作社区共同的菜园。上重要的是，聚会人要种菜，拢唔免来压腰咯。 这间像特色的建筑物，看起来气氛真轻松。不过你绝对想不到，这竟然是用爬远的牛潮来盖起的。像我们的屋顶都是稻草，所以说我们收集长辈的农田。 他们稻草收割以后，自己徒手慢慢的制作而成。牛潮头前旁边也有种真侪菜色，让社区民众下当免费来办。后边的小园园除了是民众卫生散步的所在，社区卖举办户外课程，让大家伫咧遮交流活动。社区也不定时的在那边上课。 办活动，我们社区营造啊，以牛舍为目的啊，是想说让社区的一些长辈能够想起儿时的记忆。外面社区讲，未来继续推动社区的营造工课，让在地民众感受到社区的改变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